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高雄某一个造船厂群聚感染案，经过基因定序，10个人内面有4例是 BA.2，研判社区可能已经出现 BA.5传播链。受到美国生沙贝影响，学者预测用行业对立性，可能是9月才会来升，大约是半8到1月之间。因为劳资协商破局，这个代替工会表示，可能会在中秋国庆到合一大选的这个日子内唔加班，而且罢工来争取权益。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3824个本土病例，143人中重症，62个人死亡。另外，高雄某一间造船厂的群聚感染案，这工课场所的接触者有10个人阳性，经过基因定序了后，有4例是 BA.2，3例是因为这病毒量上过低检袂出来。目前确定这家庭群聚感染，也有一个造船厂的群聚感染是2个案件，这代表讲这社区才有可能出现这传播链啊。国内南部 BA.5家庭规定小卫事件指标个案，高雄某船厂员工，伊2个后生确认感染 BA.5。这场接触的头一波检验有10个人阳性，经过定序，其中7个人 CT 大家病毒量悬，进行定序，结果显示4例是 BA.2，3例因为病毒量低，定序无成功。那是第2波验出阳性的员工，也有2例当日做定序。的同住家人经过定序结果是 BA.5，所以跟这一个指标个案这个员工是同一起的事件，所以在职场这边目前来讲是有4个案例，这个 CT 值介于23到29之间都检出是 BA.2，而非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家庭群聚 BA.5是同一个病毒株，所以目前来讲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说 BA.5在社区当中已经有一些感染的一些途径或传染链发生。到底 BA.4、BA.5变异株伫全球流行的时阵，莫德纳次世代疫苗进度也持续受到关心。就中心证实，上建议9月底是有数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10月中就会当开始做。不过伫这进前，专门是不是需要伫 BA.5疫情高峰前做第4剂？就中心讲暂时无开放专门注射。有研究指出就是属于这个如果比较年轻的族群。打第4剂，虽然这个会抗体会下降，它会提升到刚打第3剂的时候再高一点点啊，但是对于后续的这个传染跟这个重症的预防的减少上面都没有显著的效果。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降温，国内新增加23822例本土个案，中重症143例，62例死亡，其中上少年的1例是40多岁女性，无注过疫苗，本身有糖尿病史，这慢性病，破病3天后就死亡。另外有5例儿童重症，1例肺炎，4例密斯西，其中1个9岁查某囡仔捌注过1剂疫苗，感染了后1个月也是诊断有密斯西合并急性脑肠炎。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伫今仔日是第4天，全台湾拢有伫咧操演。海军陆战队舰陆战99旅结合海空兵力执行联合登陆作战，针对着屏东加陆东沙坡进行抢滩，邀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特别到现场见证国军演习的成效。另外，陆军302旅伫咧苗栗后陵沙坡进行滨海城镇守备加补给作战，由双臂部队担任假想敌，负责防守的是参加新制高调的后备部队。飞飞 H 2车突击车顶现真好的涉水能力成功登陆。汉光38号演习第4天，海军陆战队陆战99旅拨演国际军坐突击艇2车突击车执行联合登陆作战，大型兵力快速投射，针对屏东加陆长海坡进行抢滩，也结合海空兵力 IDF 放在严洞进行空中支援。陆战99旅精进建立滩头阵地，将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见证海军演习成效。It is similar to what I've seen in the Marine Corps, the Marine Corps before, because we have AAVs also. At the same time, equipment is also getting upgraded and changed. 台东地区模拟强军拍算攻占空军制航基地，强南伫日本海峡进行炮击抢滩，国军出动战车、驾车协同步兵全力反击。苗栗地区是演练滨海城镇守备甲逆时作战，由陆军302旅双臂部队拨演红军抢滩登陆，咱军后备部队坚决执行防卫作战。以后会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也会极力去参军。
为国捐躯，在所不惜。干部来讲他们的战术战法其实还是较招援比较专业。那由他们担任攻击军其实是可以模拟这些招援在遇到突袭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应变？66火箭弹跟102洞迫炮怎么没有拿出来作为反击？即马战争做阵模式多元，面对林地战要件假信息攻击，较会动摇民心士气。咱国的新战特遣队有反制中共对咱的林地作战，新战发挥车也伫汉光演习出现，会当精准反制假信息攻势，也会当诱敌错判战略情势。记者综合报道。棒球员林德轩23伫咧新竹棒球场的时阵，伊接球的时阵呢，规个人是劈落去，伫咧涂骹顶头受伤。球团表示讲，林德轩需要做手术来治疗，尚无爱开8个月时间来修复。也若新竹市立这棒球场也未完成验收，就来办比赛，引起众人议论。行政院今日表示讲，这毋是特殊案例，英国就捌发生这款的情形，也会照公共工程单位的需求来做处理。中职外野手林德轩顶日伫新竹棒球场接飞球造成多经观察盾破的合并，部分旋转肌肉伤经过诊断评估了后，确定将安排开刀手术修补。球团保守有果需要8个月恢复期，经中华青棒队总教练肖文成呼吁，球员舞台甲运动生命拢是伫球场，应该爱打造互球员无顾虑的场地。击球出去的时候，在接触地面，如果有碰到大颗的石头的话，它会不规则的弹跳，这个很容易受伤。那如果是因为球场的一个疏忽来造成他的运动生命结束，那是相当可惜的。对新竹棒球场无验收的举办比赛，而且佫使用中央补助款引起议论。行政院会用技师公共工程，伫处理使用执照了后，还未完成验收，就先使用是有前例。公共工程取得使用执照后验收前，经过相关的勘验之后先行使用的，也都有例子在哦。那这个是看这个各个公共工程的单位它的需求。棒球场的这部分，那当然就目前教育部这边有了解到的，它是在验收的过程啦，它并不是完全没验收。教育部表示，新竹棒球场除了地方预算开始争取减减计划，和因部分经费合作，体育署伫2月已经到现场会勘，会针对欠点改善，也有计伫后半年会做全国棒球场的盘点加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以台国发诉论文，去控指控伊抄袭吴正宏的论文。林志坚今日佫再强调伊论文的原创性，毋过台无做出回应。也若这个吴正宏的委托律师今日有出面反击，强调吴正宏从来都毋捌看过林志坚的论文，请林志坚就要向台说明清楚。于正煌从来没看过林志坚的论文，他并不知道他写什么。于正煌的律师大动作金杯会，强调毋捌看过林志坚的论文，林志坚论文争议也未煞，而且伊个公布证据，讲作于正煌的论文有引述参考资料来源，按过同款文字规段出现伫林志坚的论文，而且完全拢无写引用的所在。如果林志坚知道说这2段文字根本就是别的学者所研究出来的成果，而他没有做引注，这也算是抄袭啊！你即使不是抄袭于先生的，你也是抄袭别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啊！我由衷的期盼说，学人会能够去厘清这些相关的这些资料哦，然后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情况之下，还我一个清白。林志坚论文争议变作同市长选战攻防的焦点，竞争对手嘛俩家一直讲。我觉得林志坚他的论文已经超过了单一论文抄袭不抄袭的层次。我们看到的是政治力来干预学术伦理。新党这个全党就一人也不是第一次那全党护一人，这次护到学术伦理不顾，诚信不顾，然后学术自主、校园自主被强烈的介入，这个护得下去吗？林志坚阵营这边一直声明，林志坚一直伫为清白的辩护，说明论文的原创，毋捌指控任何人抄袭。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地区的一个选战，新北市的民进党林佳龙今日暗时是请这行政院长苏贞昌去邦桥吃面线，展现力赢大团结。另外，拿赢的侯友宜目前伊的民调特别去互台中市长罗秀燕录到啊，侯友宜强调做代志是无分敌我的。也来讲到台北市的选战，民进党陈时中伊的新册内面有写到中共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带人是带心，也引起拿也批评讲，这陈时中就是中共的共路人。陈时中也表示讲，便用文字角伫咧改做哦。手工无确定选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伫自传新册，学了中共毛泽东接班人林彪大兵个大心，引起拿也批评是中共共路人，和选战话题再度高手。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各种事物，当然有一些参与，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感觉。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文革的时代，犯不着作文自喻。陈松本来要组的是中国台北队吗？难道他也是中共同路人吗？选战攻防内外沟通也变成选战焦点。国民党批评陈时中唔通空嘴无知，蒋万安算伊特别出证件做市民就好。黄珊珊并且铺文爱陈时中好好先用功。陈时中反击历史强业，强调无必要互相批评，要爱大家同齐讨论。上山机场挑战唔通只伫选举的时阵才提出。大家一起加油！来！当在食面线，新北选战拍甲真热。伫行政院苏贞昌伫官舍车食便当，另外让立委邀请苏贞昌到邦桥食面线，展现力赢新北大团结，也有全力护选的气势。新北是要大翻新啊，要大翻转啊，不只是小的这个翻转而已啊，所以我想新北现在是作为一个新的直辖市啊，可以说是新北跟台北是首都圈两个推动的引擎，为台湾这一块土地奉献做事，不分你我，大家要共好，大家一起努力并肩作战，同心齐力。当期民调是拿赢带头羊的侯友宜，受温文案影响，恐惊互台中市长罗秀燕出台。对此，侯友宜表示，即马就等正式宣布参选并认真甲拿赢同齐作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伫台湾时间2倍，搁再升3倍，对今年3月以来已经是连续4个月拢有升，已经升9倍2.25个百分点。外界也伫咧烦恼讲，咱台湾若准无对咧升，这台票甲美金的汇差会愈来愈大。就学者预测讲，央行若准备升，可能是伫咧9月，大约是升半倍到1倍。光信用卡部分还有房贷，其实基本上都要3万以上，月收入3万左右，所以我们就要很努力的加班。到银行柜台缴卡费，每个月也有帮我贷款爱付。这个上班族不满今年央行连续2届相关利息，每个月赚的钱差不多拢给银行。娱乐的部分像电信的部分，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买个东西的话，就是斤斤计较这样。虽然央行今年到即马累计拢总相关利息1.5倍，0.375%。外界预测今年9月甲12月2届利减赎回，也会继续相关利息，全年恐惊相关2至3倍。因为压力来源除了国内物价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美国。美国联准会为今年3月到即马已经连续4个月相关利息，拢总相关利息9倍2.25%，相关利息幅度创下40多年来上济，而且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伊个9月也个相关利息。Is the second 75 basis point increase in as many meetings. While another unusually large increase could be appropriate at our next meeting. 美国相关利息3倍了后，2倍代票兑换美金的汇率以29.928收盘，升达0.5分。学者分析，对美国大幅度相关利息，热钱一定会买美金，但是无对伊相关利息代表美金的利差恐惊继续扩大。这个3字头很快就会看到，尤其是美国现在一口气升息3码之后，联准会到9月还至少会升息2码，所以综合考量之下，央行在9月份升息2码的可能性，其实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高一些。不过，有学者认为台湾外汇存底侪唔惊利差扩大，不过一直相关利息恐惊影响投资。我认为顶多就是半码升息的话，最主要投资成本的增加，让投资人却步。目前台湾的银行房贷利率1.65%起跳，也未超过2头。连做9月到12月，各相关利息对房屋贷款的人影响真大。只不过学者是讲，相关利息幅度关键要看下半年经济数据，关键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若是继续升破3头，央行相关利息的机会敢来增加未减少。记者综合报道。
南山人寿的正达大减，连带影响到两大股东轮泰全、轮泰新可能的落资。今日轮泰全、轮泰新就对外发布重大说明，包括变动过去政策，甲投资性不动产改做采用公允价值，也会改善财务结果。轮泰全会增资3.7亿股。南山人寿正达大度减少拖退持股大股东，也就是润泰集团所属的润泰全甲润泰新，引起如此危机。28下晡，润泰全、润泰新对外说明，要用现金增资的方式改善财务结果。因受转投资事业净值下降所影响，非属正常营运亏损所产生，为避免营运因素导致公司净值大幅波动，业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办理现金增资，预计发行3亿7千万股。李廷杰表示，因为本年度第一季开始，全球景气重大波动，国家全球股市再次大浪，造成资产价值的起落。董事会决议通过变动会计政策，将投资不动产后续形容由成本模式改采公允价值模式来运用。而且，毋但是南山人寿，外界预估台湾人寿甲中国人寿第二季的净值落超过50%以上，恐惊也爱面临净资的压力。另外，金管会政计局原来对汉阿投信处挡法被停业，然后就是最近1年内不能募国内资金，然后国内基金，然后最近2年内不能引进境外基金，它有这样的效果。金管会政计局表示，汉阿投信投资长刘兴东利用别人的口座买股票了后，佫只是经理人炒股票有关估计，认为汉阿投信控管无好。除了解读投资长刘兴东的职务以外，汉阿投信也因为管理无好罚400万。除了头一届有投信投资长去金管会解职，也希望导正金融风气。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半暝3点的时阵呢，这台铁新竹营到高雄路段所有电锯工程车败马，这个东正线路段铁基路先封起来进行抢修，时间是开6点外钟才恢复双线通车。另外，台铁路资协商无成功，这职工福利金的提拨，台铁工会是认为讲呢，这公司发了后电脑煞求水啊，工会也表示讲，可能会伫咧中秋、国庆也有高合业大选这几天呢，唔加班，而且要罢工来争取权益。列车慢慢进入月台，为咗上班的民众等超过半点钟，总算有车通坐。台铁新竹营站到高雄中央的路段，28早起3点，好亲像因为维修铁基路的车伤重，转弯的时阵造成铁基路闭起，到尾也敢维持单线通车，抢修6点外钟才恢复双线行驶，影响35列次，旅客7100人。地点大概是在爱河底下。刚好在爱河底下，那因为鼓山3块多之间，我们之间还有一个美术馆，可以做车辆的调度。27暗时8点外，宜兰车站一台货物车进站的时阵，弄到拄下过铁基路准备交班。另外一个45的代替司机员，轰弄到的司机员伫列车甲铁基路中央，消防人员到现场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7557次交接班司机员从第2月台北边跨越轨道抑制4股道交接班不慎遭进站之7556次货物列车撞击。台铁连续发生4项事故，又有修理铁基路的车发生事故。持续进行的公司化资法协商也宣告破裂。台铁企业工会不满资方对公司化了后的福利无法度有具体承诺，甚至可能这项福利会求水，宣布退出公司资法协商。工会表示，预定中秋国庆甲9合1大选这重要节日，进行无加班活动，也甲罢工行动，争取家己权益。9月大选的部分，我们有走2条，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取得我们要做一个合法的一个罢工的一个程序。我也建议这个工会不要把不加班挂在嘴上，这个过程本来就要一点时间，然后谈不顺利就用这种方式哈，我觉得这样会造成我们旅客的不安。王国才表示，对于台铁新竹较无3万的营运人员，交通部同意赶紧调薪，不过这项福利金的奖金也是爱公司有趁钱才会当合理发放。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宜兰有一对无牌灵母翁仔某涉嫌伫咧去年咧苦毒一个也未满6岁查囡仔，唔互伊食饭，佮伊拍，这时间超过1个月。落尾法院一审判这对翁仔某就要关8年甲9年。专案上诉了后，2审合议庭认定严重侵害人性尊严甲身心发展，加重判刑，这2个人拢要关10年6个月。我完全没有接到任何一通他们家属的道歉，就是真的很冷血啊！捌亲身到法庭批评对方粗残，因为伊的囡仔交予一个姓詹的年母照顾，尾手煞变做重伤，有持续做治疗。不过伊的失语症、水脑症、分数正评无啥会记来等等的症状，拢无较好。这个姓詹的年母并无执照，伫法庭伊有认罪，请求法官判较轻的。不过这个年母因翁仔某涉嫌虐待囡仔的行为。包括摆互这个也无6岁查某囡仔食饭，甲起骹动手，甚至还佫要求伊爱拍咧全垃圾物啊！一审判这个年母9年，因翁婿8年的刑期。上诉了后，28是2审以妨害儿童发育、致当伤害罪，该判10年6个月。专案也会当上诉。被告他在本案行为的一些手段上，那是很严重的去残害这个小朋友的人性尊严，也摧残了这个儿童的身心健全以及发育的程度都很严重。那法院有特别重视这一点。严重侵害人性的尊严，嘛也未得到查某囡仔因家属的谅解，就算年母因翁仔某有承认因犯罪行为，而且嘛无前科，不过也是互判正重。虐待囡仔的案件不时地发生。根据儿少团体的统计，年母托育的争议，媒体有报道的5年来至少有105件，不过实际上有裁罚的案件，8年敢若有45件。政府没有说我到处去做搜寻，也没设通报专线，说让民众通报说你看到什么陪玩姐姐啦，哈，我是一个保姆啦，然后我在脸书上大量的去告诉别人，可没有人去抓他的话，他还是照样。儿少团体讲，政府稽查的力头无够，年母无执照去用抓到。一届嘛，敢若罚6000块的罚款尔，根本就无陷害到，讲爱修法当处分，而且用公权力禁止相关的宣传甲收托，才会当互这无执照的年母袂当阁出来害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民众接到这家做卫生局的人员打电话来讲，要甲你请教一寡灵癌防治的调查。毋过这问题却是问甲真畏缩，涉嫌性骚扰。高雄市卫生局表示，也要来提醒民众做健康检查，会由卫生所用电话或者是寄纸本甲你通知，袂问一寡有诶无诶。若准碰到这款的问题，会当报警察处理。喂，林小姐你好。卫生所护理师打电话提醒民众会记得去做年房点样检查，预防年癌。所有不孝人士将这种未告电话当作性骚扰手段。他说他是卫生局委托，叫你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做那个乳房的触诊，就是问你的胸围多大，然后问你的那个胸体是坚挺还是下垂。各地的卫生局其实也都严正的澄清过了，结果到了2022年，这个人还是故技重施。高雄市机关毋济接到投诉，受害民众也毋那一人，也有人接到骚扰电话，对方要求做动作真含的自我检测，也有被采讲卫生局人员打电话问完新冠体重了，要求帮忙做年癌相关的问卷，所涉及个人隐私哪来，若毋是款，若身心无爽快，对手机好配泄露更加惊。如果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就是马上挂掉，不然就是报警。因为它的资讯的来源，可能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去查证到的。用明信片或者是电话通知的方式，那内容主要都是通知民众那个符合受检的条件或者是时间。市府卫生局强调，年癌防治等健康检查主要是透过明信片通知，卫生所也会打电话提醒。也毋过未涉及个资甲私密问题，建议接到骚扰电话直接记达，搁卡110向警方报案。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28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电话，前北京安全会发言人瓜比表示，两个人定定会讲到台海局势，拜登一定会强调美国对中国的一中政策是无改变的。咱的外交部发言人28也表示，台美互信良好，沟通也无问题。美国已经针对中美元首的讲电话代志，事先向台湾说明。
美国白宫27日例行记者会发布消息讲，拜登总统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举行的通话焦点放伫中美之间有机会合作的领域。虽然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俄罗斯诋毁财产争议，甚至是间谍活动充满紧张。There is an awful lot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these two leaders to talk about, and this I think will be their 5th call. So it's not like they haven't had communications, and that's.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瓜比进一步指出，台海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伫台湾以外的印太地区侵略甲协调行为、经济议题，甲中国无意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拢将是通话终结所在。另外，伫两岸关系方面，拜登将再次表示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无变。Clearly, we would expect that the tensions over Taiwan would be on the agenda. I'm sure, without getting into too far ahead of the president, I'm sure that in one form or another, he will reaffirm that there's no change to America'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None. Zero. 对传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佮邀请部分国会议员同行。瓜比再次表示，未对佩洛西的出访计划做出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立坚是第27日记者会再次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参议院27通过规模美金2800亿的晶片与科学法案。这个法案是希望透过补助增加美国晶圆的产能，而且要来防止中国供应链爬起来。另外一方面，台湾的台积电等晶片大公司，同款是受到抵验的对象。The yeas are 64, the nays are 33. 3/5 of the senators duly chosen and sworn having voted in the affirmative, the motion is agreed to, and the point of order falls. 经过1年外的评论，美国参议院27投票通过规模2800亿美金的晶片甲科学法。这个法案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密起草，目的是希望透过补助，予晶圆大厂到美国设厂，带来先进制程技术，扩大美国的晶圆产能。This CHIPS and Science bill is going to create millions of good-paying jobs down the road. It will alleviate supply chains, it will help lower costs, and it will protect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不过，《华尔街日报》20号的报道指出，法案明文禁止出伫美国补助的企业20年来到中国也是其他无优先国家设新厂，也是扩充先进制程的产能。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培金表示，美国立法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企业选边徛，防止中国供应链徛起，佮稳固美国全球半导体地位。因为最近几年台厂到中国设厂频率无悬，先进制程生产基地会当讲拢是伫台湾，台积电也会当接受补助，所以法案对台湾有利。众议院有计200投票，那得到批准，相信后礼拜美国总统拜登就当签订变作法律。另外，韩国三星电子2公布第2季财报，显示利润比去年同期成长12.2%，来到14.1兆海票，大约是代表3331亿，主要是受益伫市场对晶片的强大需求加强势美金。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拜三出席韩战停战69年活动时阵，搁在对外放调，讲北韩准备要用核武来做威胁，而且做好随时和这个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伊也搁特别讲到，南韩总统尹锡悦也强调，若准南韩坚持要甲人压落底者，有必要也是会甲尹锡悦的政权和军队全部毁掉。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迄3礼拜拢无看人，而且总算伫北韩的战胜节，也就是韩战停战69周年的纪念活动公开出面。不过，伊一日出来就放调讲，已经准备好势要动用核武来对抗美国。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伫演说当中批评讲，美韩军演显示美国商定的标准搁点罗麻，北韩已经准备好势要甲美国来扯拼，而且还搁讲南韩尹锡悦政府要乌白起诉。甲朝鲜半岛的局势杀向战争的边缘，伊强调讲，南韩若是坚持伫危急的时阵对北韩进行斩首的攻击，北韩就会消灭尹锡悦政权甲军队。同一天，南韩外交部长警告，
金正恩若是甲欧北采取行动，南韩一定会有所回应。 북한이 제7차 핵실험을 만약에 감행을 하게 되면 더 강력한 제재가 나올 것입니다. 同一个时间，南韩嘛表示，到时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一定会更较重，而且更较济，北韩海客是无法度走险的。 북한의 그 IT 분야의 노동자들이 해외 나가서 이러한 불법적인 그 사이버 해킹 활동으로 이러한 자금을 마련하는 것에 대해서도 더욱더 강화된 제재가 필요할 것으로 그렇게 생각을 합니다. 南韩甲美国研判，北韩应该已经准备好势啊，可能进行2017年以来头一届的核子测试。也若美联社是引用分析人士的讲法指出，金正恩今年一直推进核试验的计划，是要争取外界让步，互国内团结。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罗西亚27日拄讲，这北溪1号天然气的供应量要来减少，只提供现有的2成，也造成欧洲天然气价小起2%。不过，西班牙表示，因有材料提供欧洲国家天然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会增加提供欧边国家所需要的电。罗西亚供应欧洲天然气的代志，即马罗西亚阁出手啊，而且因甲北溪1号的供应量阁再减一半。 敢若剩20%的量，德国政府证实这件代志，而且强调讲北溪1号的机器并无发生任何的问题。Die Bundesregierung die erneute Reduktion der Gaslieferungen durch Gazprom zur Kenntnis genommen hat und die Lage sehr genau beobachtet. Die Lieferverträge werden zum jetzigen Zeitpunkt nicht eingehalten. 在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进前，德国有一半天然气是为罗西亚进口的。 大部分是用北溪1号来运送，运送的量在6月底已经降到1/4。不过，因为罗西亚减量供应，欧洲天然气的价效平均是起2%。面对天然气的危机，欧洲各国寻求对策。西班牙总理伫咧访问波兰的时阵表示，西班牙有能力成做欧洲主要供应天然气的国家。 Vamos a poner a disposición, ya lo estamos haciendo, de nuestros socios europeos toda esa capacidad de regasificación. Creemos que España cuenta con la oportunidad de convertirse en un hub de gas natural licuado para poder exportar y ser alternativa al gas ruso por parte de muchísimos países de la Unión Europea. 因为战争，必须乌克兰的日子是真歹过。3月中串联甲欧盟的电网，为欧洲得到紧急电力，而且已经伫6月份开始向欧盟出口电力。 泽伦斯基表示，接续会增加对欧盟电力出口的量。Готуємось до збільшення нашого експорту електрики споживачам в Європейський Союз. Попри таку війну, ми забезпечили рекордний термін приєднання енергомережі України до енергосистеми всієї Європи. 不过，罗西亚甲减少供应天然气的情形，拢讲是技术问题。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贝苏科夫讲。 制裁地输设备方面的技术问题，让罗西亚无法度出口更较侪天然气。不过，欧洲国家认为讲，罗西亚减少供应天然气是因为政治的考虑，嘛是对欧洲发动的能源战争。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 受到气候暖化影响，真侪国家拢出现38度以上高温，连有8成土地拢被冰砍掉的高陵兰，也因为伤过热，在7月中有连续3天，逐天拢有61吨的水流向大海去，严重影响到科研基地的物流甲运作。 研究基地一栋建筑开始刷叮当，另外一边个红色的研究布棚嘛一直向陆地方向扣。受到热浪影响，高陵兰出现无正常的高温，地岛苏北部的温度达到15.6度，比往年平均高10度。 We suspect that there is meltwater at the bedrock, and that's why the ice can move that fast in an ice stream.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get all the way with the ice drill to the bedrock and see is there water there, or is the ice actually frozen to the bedrock. 经过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今年7月15到17 3天，右边造成每一天有将近61吨的水流入海洋，3天就流失差不多720万的奥运游泳池的水量。右边的增加嘛影响到研究基地运作，除了甲基地刷走，补充用品的物流飞轮机嘛因为右边的粘性增加，会破坏出水道，增加出发甲降落的困难。专家表示，温室效应北极地区变温暖的速度是其他所在2倍到3倍，并且若是继续扬起，会加速海面上升的速度。另为着应对下季的热浪，法国巴黎地下冷却系统嘛决定扩建。Avec le développement du réseau de froid urbain, on s'est rendu compte que si on continuait à le développer,
on atteindrait un niveau de 1 degré inférieur à la prolifération des installations autonomes. Et 1 degré, en centre-ville, c'est beaucoup.巴黎冷却系统装伫规个城市的涂骹，是欧洲上大的城市冷却系统。谷歌到2040年要甲规模扩大3倍，用塞纳河水向空气导入冷冻的水来降温。除了提供予罗浮宫博物馆各国会用以外，嘛增加供应予病院、学校甲地铁。大家减少碳排放以外，嘛减少依赖俄罗斯提供的能源。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新党的台北市议员潘怀宗诈领助理费案件已经去予法院判刑，市议会今仔日也收到行政院的解职公文，解职日期对7月20开始生效。潘怀宗失去议员资格。潘怀宗诈领助理费10年赚333万，去予法院判有期徒刑2年。中选会今仔日也收到解职公文，潘怀宗确定解职了后，依照着选罢法的法规规定，有落选头也就是民进党的陈宪伟补起哩。陈宪伟也是今年年底市议员的参选人。目前中选会正在进行一个作业程序，背手也会来正式公告。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去向逼出讲涉嫌无正当使用首长特别费兼风葬活动所属，甲人约谈，落尾是以20万交保。除了这小白有问题，陈信如阁去向逼出乱用特别费，甲红晒公司杯酒。台北市政府回应讲，经过政风处的调查，认定是无利益回避，确实是违法，也尊重司法调查。专案会向着这个犯着贪污治罪条例的方向来做侦办。大家辛苦了。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爆发出涉贪的争议，检调27这间活动所在，以嫌疑人的身份加约谈，透明问话了后，陈信如以20万交保。我觉得很委屈啊。对啊，对于那个交保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还是尊重。有真侪问题拢无做正面的回答，坐车紧人讲。检调甲约谈，因为陈信如以首长的特别使用费涉嫌不法，对几落10块到上100块，有真侪条细条开销是以慰劳同仁做伙食饭来核销申报，所有检调查出讲，大部分拢是经伫伊放假的时间，地点佫拄好是伫伊住的即箍里啊遮。不二个，毋但是报销无清引起怀疑，甚至还佫涉嫌讲护短小额，用特别费甲因翁成立的公司来进行采购。我们的政风处也有主动调查，那么调查结果是，的确在相关的报制的部分有违反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回避法。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自己已经送到监察院了。局长的职务的部分呢，他会不会接下来可能会需要请假，或者是需要职务的代理？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也会来做讨论。陈信如各方别行讲有几落条上万的开销，伊拢无避嫌来甲因翁开的公司买酒。北市府表示讲。经过政风处的调查，认定伊无做利益回避来构成违法，已经送监察院。陈信如的风波连环壁，头起先是互嫌疑是行政无中立，即摆又搁涉嫌贪污，检方嘛甲专案以贪污治罪条例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台大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昨驳回林志坚要求社科院院长苏宏达爱回避的申请。林志坚竞选团队今日表示，会继续提出复决。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颠倒是呼吁林志坚就爱参加学论会，唔通暗暗揶揄输人会记。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竞选团队，搁再为着论文争议召开记者会，因为台大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认为，社科院长苏宏达担任调集人无问题。林志坚的律师黄德义搁一遍表示，苏宏达有明显偏私，应该爱回避。所有的案件，包括我们在法院的案件，法官如果在还没接触双方证据的之前，就未审先判说，我看你的脸就是有罪。这件事情法官会被回避，还没看到这些法律证据，全部的卷宗资料都还没看，他就未审先判，先定调为丑闻。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不过林志坚加指导教授陈明通拢无出席台大学论会，国民党唐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嘛提出看法。他们两位如果真的光明磊落，就放心的去出席台大的这个审查会，不用在那边躲躲藏藏，好像给人家感觉心里面有一些不能够讲出来的秘密。台大学伦会目前现阶段，我们认为苏宏达教授依法因回避而未回避，基于先程序后实体，律师团不建议当事人出席有瑕疵的学伦会。吴德义表示，伊会伫收到台大公文的5天内提出复决，希望上级机关教育部会当维护定序正义。台大对此无要回应。张善政讲，相信台大会为国家守条学术尊严。记者林书豪、谢桂林、曾派文台北桃园报道。讲到厨房一个百变运动是2020东京奥运2024巴黎奥运的竞赛奖类，渐渐变作是国际主流的运动啊。不过，咱台湾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是真少，体育署有编2种竞赛场地规划设计参考说明，8月中午会提供给地方政府来运用。也强调讲，若有提中央的补助，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来指挥检视。失败几落届编厨房上平台总算成功，12回杨洋5月开始接触厨房，17年为欣赏别人家熬，到心内有一个奥运梦。很想当国手，就比较多在练基本功，然后把基本功练扎实。杨洋的妈妈替后生找私人教练，这个休热拢伫台北教。每礼拜为中立到台北极限运动训练中心上门解课，妈妈讲，伫遮练厨房比较放心。现在其实真的有盖比较多的滑板场，可是因为它这个毕竟不是水泥地，小朋友他们在练动作摔倒的时候会比较安全。台北市极限运动训练中心是全台湾唯一甲国际同款采半开放式极限运动的比赛训练场馆。28下晡，新北市新港厝嘛来遮学习。体育署指出，厨房甲运动的抗病拢是新型运动，未来有可能有袂少县市规划伫公有设施兴建场地，所以编制设计参考图提供基本规范。委办的厂商呢，必须去给我们收集来国际的那个标准，把这样的图说来参考，再根据国际的规范来写成了这一本的那个资料。在这个审查的当中呢，我们有邀请山岳协会以及滑轮溜冰协会，提供基本规范做成规划场地甲硬体建地的参考，也会当避免发生意外，互国家赔钱。未来地方只要接受补助兴建还是整建，体育署表示拢会有专业人士做伙验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进行树林夜市啊，台北市政府有办活动，民众若准去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看表演，就当摕到50块的艺享券。不过这金额对于真济店家来讲是伤过少啊。也有机关质疑讲，这市政府准备10万张就要开500万，那照使用比例无够50万到店家手头。为了带动树林夜市的人阵，台北市府推出这项活动，民众只要去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看表演，就会当领50块的艺享券去夜市的消费。不过有店头反映讲，这并无实际上的帮助。50块的好像收过1张吧，这个没有什么帮助，效果没那么好。可能50块买不到一个蚵仔煎呐，你看100块它还有找的。100块左右诱因会比较大，因为50块可能买一杯饮料就没有了。民众反映物价上少，是无啥人目。南洋的议员嘛质疑讲，台北市准备10万张的艺享券，目前发出去的无到2000张，敢若占入场人数的12%。呼吁市府应该建议放量发放的对象，或者是考虑调关发的金额。市政府打算推出10万张，规模是500万元这样子的一个预算规模来挹注摊商的生意。按照现行方式实施下来的话，可能到最后的比例大概不到50万能够到商家的手中。目前是每个人限定1次，那大家可能希望说每一天以天为单位，尽量开放是不是以2天或1天1次。文化局表示，艺享券的活动才推出3礼拜，按算各方会伫10月份结合白昼之夜的活动，嘛会思考未来发的时阵，敢是要以1天为单位。若上好券2.0是规划6种券80万份，会当议会审议预算。按算7月底公告申请的时间，其中艺文券有做改版，会阁对外来公告。记者综合报道。
许多要拼国内的旅游，不过这个休闲农场却无伫咧国土的旅游补助范围内。彰化县有20多间业者受到疫情影响，接停接待团体游客，都无收入，这薪水也发不出来，还有政府千万唔通激点点。区条板杂草经营休闲农场的黄色桂以自然农化培育2公顷的葡萄园，也毋过新冠肺炎疫情糟蹋3年，原本聘用的50名员工，早已经另外找头路。真大农场一个人客拢无，这会当讲是每一间休闲农场的情形。交通部观光局为了进行观光休闲业，7月中起开50个月提供过路补助，也毋过休闲农场所无伫补助之内，业者讲是一大打击。因为它补助的对象是旅行社，不是休闲农场。我们休闲农场虽然列为它旅游的点，但是我们本身没有主动权，没有办法为自己去创造业绩来拯救自己。那变成我们只有在等待，一直等待，但是再这样等待下去，真的业者到最后放弃。过路补助对象是团体旅游、个别旅客住宿、甲游乐园、林园3大类。兼彰化县观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总干事的黄淑慧讲，家己的农场以早一年外国观光客都有3000人次，营业额会当达到几百万以上，也毋过疫情了后收入直接挂零，真侪农场拢伫要减袂落去。彰化县府表示，会向农委会争取将休闲农场投入补助范围。毕竟这疫情时间拖得太长，难得有这个国里的补助，要希望把我们彰化的这20几家的休闲农场可以纳进去的，我们会再来争取。那我们有针对跟休闲发展协会来做协作。另外，也有业者表示，中央2020年要推出250块的农游券，对休闲农业帮助真大。也毋过，去年农游券改做888块，颠倒互大家拢去农会买物件，休闲农场颠倒趁袂着。希望政府考虑发行小额农游券，吸引游客回流。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绿岛有宣布打击互一个厂商施工的时阵破坏，本地有先要求因暂停时间，要来讨论方法。想袂到厂商这几工为着要赶工，搁再破坏宣布打，而且是范围愈布愈宽，当地民众是真无欢喜。呛水教练冲入海底，发现进行绿岛南寮渔港封载了后修建工程的施工船已经定位，准备投放肉粽角，帮助施工船定位的蓝色铁链啊加船艇，搁再一解甲几大片的船坳打扣判去。他们已经是第3次对赤岸海域进行大规模，我强调是大规模的破坏。光这一次就已经有4到5个篮球场的大小的珊瑚礁被破坏掉。为6月底海底名胜景点摩爱石上船坳搭头叫人拍转去。7月14，又有呛水教练到石龙呛水区，看到施工船的定链缀伫船坳搭顶悬，因为连续线破坏，县政府要求相关人士先讨论可行的施作方法。暗过2日，阁互人发现施工船继续施工，对船坳搭的破坏更加严重。看到海底生态出现危机，互当地人真生气。顶柜的船坳搭一直互人毁掉，其中摩爱石上船坳搭头转去，敢若开3万的罚单，互人质疑罚伤轻。依照他们之前的经验，我们是用渔业法破坏海洋生态、栖地环境的方式去罚它。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按照这次损坏的程度，我们也会连续开罚它。针对工程船定链连续破坏绿岛船坳搭事件，台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经要求随停工，厂商再犯会罚相当15万。另外，厂商28早起又过施工，县政府发现已经要求完全回航，也请海巡单位出动介护，若是各犯会各罚。后续要求厂商负起生态保育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三民区一栋透天厝，因为民众囤一寡粪扫出现臭味，有鸟鼠要加抓，特别是环保局介入处理。事实上，台湾各地头也拢类似案件，敢是这厝主有囤物件精神疾病呢？医生表示讲，毋是囤物件，就是精神疾病，另外爱做判断。环保局的人员伫3楼摒扫甲消毒。高雄三民区这栋透天，强制清除已经第3天，剩4楼甲地下室还未处理。不过，已经清出超过10栋的粪扫。这个住户长久以来拢会囤物件，地鼠、家蛇、甲鸟鼠是生规堆，嘛引起网友讨论强迫性囤物件的惯势。不过，这种镜头的诊断需要先排除精神疾病等等的问题。
有忧郁症的问题，可能是强迫症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就是注意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这一些在中老年人以上，大概我们会先要去思考的是，他是不是有一个神经上面的一个障碍。排毒疾病了后，医师还要确认患者甲不爱用的物件断掉，或者是送人，敢是拢真困难，或者是坚持伊需要这的物件，毋过煞无法度修复好势，而且症状已经严重到会影响患者的生活甲社交，安尼才会当正确来诊断甲治疗。毋过，无论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引起的，或者是单纯是无法度控制订物件的镜头，除了会影响伊家己，这订的物件若是订较大楼的楼梯间，或者是订啊卡等等的公共空间，嘛有可能会引起火灾等等的公共安全的问题，影响到环境卫生。通常我们主管机关这边会责令他限期清除。那到时候如果没有清除的话，原则上除了处分他之外，我们也会用强制清除的方式。环保局表示，就算这物件订伫家己的厝内，若是有臭味，或者是生家蛇甲鸟鼠，经过邻里或者是公所通报，会当认定是严重影响社区的公共卫生。经过劝导甲限时清除了后，若是拢无改善，都有可能会强制入去清除，而且会看情形来要求收清洁费。民众若是拄到类似的困扰，嘛会当向当地环保局来反映。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三月警戒时阵，苗栗县长徐耀昌伫面册宣布，苗栗县的外籍移工禁止出外，引起外界批评，讲这是侵害人权。今日监察院针对这件代志，对苗栗县政府提出纠正。另外，监察院认为讲，伫疫情期间，移工要收到相关的资讯有较困难，认为劳动部伫这部分要欠点，也要对劳动部提出纠正。苗栗县长徐耀昌去年6月初7三级警戒时，伫面册宣布，因因工厂群聚感染，全县的外籍移工除了上下班以外，全面禁止外出。二被监察院对苗栗县政府提出纠正，表示苗栗县政府颁布这项规定，并无明确法律授权，应该依照指挥官的指示。来办理《传染病防治法》第48条呢，他说，以这个传染病病人有接触或者是疑似被接触的可以留置哈。可是问题是，苗栗县政府针对的是全县的移工。我们县政府是虚心接受了，那未来我们也会依照这个监察院的意见，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讨跟改进。另外，监察院认为，在疫情期间，劳动部欠缺甲移工沟通的管道，虽讲有设置通讯软体口罩发布相关资讯，不过加入的人数只有全体移工人数的22%，而且甲台湾人得到资讯的时间有差别，所以也对劳动部提出纠正。移工就不知道确诊者有足迹重叠哈，所以他没有办法赶快出来接受筛检哈，或者是对这个疫苗的资讯以讹传讹啊。移工的过度管制，造成他们健康权哈，他们资讯权的一个侵害的时候，国际媒体、国际人道组织对我们台湾的批评依然是很严苛的。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看在讯息的提供上面如何来做强化。监察院补充，今年这月也有发现其他县市有移工互雇主禁止拜6礼拜外出。除了纠正苗栗县政府甲劳动部伫外出禁令、移工居住环境、移工失联等等部分，监察院也请指挥中心、劳动部移民署爱检讨改进。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屏东市福兴甲大塘路口，因为新设这机车待转区，改变民众20多年来骑奥多摆的习惯。即摆呢，有的警察会伫路边翕相来处理，短短1个月时间就开上百张的罚单，引起民众埋怨。有民众唔知影家己已经违规啊，这奥多摆就安尼直直骑去，过无偌久就收到超过1万块的罚单。警察看到骑奥多摆违规倒弯的民众，连咪砸车，阿伯煞无停。Hello， 停旁边，停旁边。阿伯当场无停车，事后就收到这张10600块的罚单，伊真不满，讲根本就唔知影家己违规，因为这个复兴路甲大塘路路口，才成为机车待转区，一个月至少已经开出100多张的罚单。现场要是看到真侪骑奥多摆的民众，无骑到待转区，就直接倒弯过。有民众嘛讲，家己捌互警察开单过。我前几天为了买一个蛋饼，就花了600多块买一份蛋饼。啊，你现在设一个那个警察，他就可以光明正大
说难听一点就是在抢钱。因为没有习惯呐。那乡下人怎么有习惯带转？没有啊，常常很多人被抓下来啊。民众往警察身为台转区，不过交通队表示会要求骑奥多摆民众两段倒弯，是因为这条台27线也就是复兴路，是屏东市往万丹、东港主要的路。去年这个路口就发生过40件车祸，有70%都是机车转弯不当所致。本局与道路主管机关屏东施工所于现场会勘后，于该路口设置2段式左转标志及标线。交通队强调，因拢是依法开单，若是民众不服，会当向监理站申诉。记者邓家文、刘伟做屏东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台湾一当用1级的作家器皿，开始开发另外的器皿啊，要招大家来入喙去救地球。看这个棚内节目，会使看到女星那么入喙去。整人节目哦。今仔要来介绍王景的蚵仔壳，伊消毒的功能足好的。会消毒？系啊。来，到底说你出偌济？大金龟！爱多人生气。你即马头头摕你家己的行单，工厂生产，请问这条消息要安怎算？不错。甲天宝啊当作甲家己的囝共款，啊人家有甲你当作是爸仔母。遇到这囡仔，竟然敢做出这种代志！伊骗咱的钱呢，怪恁查某囝来一个别坑啊啦，所以才紧走啦。南海公路下过台湾东西部，沿路满是美人景地。通车之后，很多的青农就也回乡自己做创业。2009年8月7日，一场无情的风台，公路一封都是13年。13年后，公路恢复通车，互咱重新看见伊的水。南海再次开通，要安怎大家重新搁甲伊串联起来？居民找到倒来经济活水，不过嘛爱随时接受大自然的考验。工人较侪嘛是拢无用，大自然是怎么样，我们就顺着它。我们谈永续。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文剧团以90年代经济起飞的台湾做背景，采用台湾5大奇案故事的元素，伫一栋自相混合的大楼内底，演出一段一段前世因后世果的故事。宝岛大舞台，10殿轮回道。
即马你要做兵，你一定要会讲北京话；选总统、考公务员、考先生，你一定要讲北京话。这就是政府的力量，让你去需要这个语言。5月23的时阵，有讲到对台湾有安全上的承诺。你若讲一届、讲2届，可能是无注意，但是讲3届，你就袂再讲伊无注意。起工主咱毋是为着保护劳工，咱嘛要帮助咱这厂商找到较好的劳工。我是赵国民阿土啊，拜1到拜4按时9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阿土啊。伫遮相等。迄个查某，敢真正是你的初恋情人？迄是爸爸的朋友呢。你就杀掉伊，唔才互伊30万。尽管嘛有，你看30万，这个出来就我出。我没有罪。这是蔡永生订的房间呐，交往周年纪念呐。那间房间你有盖吗？我盖。可不可以不要随便勾引人家的老公？你想哭可以哭，玉轩从来不会哭。在我面前你不用逞强。我没有逞强，玉轩从小泪腺有问题，哭不出来。洪轩，你有什么这么欠揍？现在赶快打电话叫警察贝贝来救我！